雷曼苦主大聯盟下晝喺匯豐銀行總行地下舉行記者會，有出席嘅苦主將抗議標語掛喺身上，亦都有人戴住被報告批評官員嘅面具。佢哋認為事件仍然未解決，又指事件顯示政府監管銀行不足，要求相關財金官員問責下台。啲產品喺美國唔會賣嘅，澳洲唔會賣嘅，英國唔會賣嘅，唯獨是嚟到香港賣到通街通巷。據說佢兩位曾俊華同埋陳家都可能連任嘅，呢個係繼續危害香港，所以我哋好堅決，再一次要求咧，曾俊華、陳家強下台。對於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發表聲明，表示唔認同小組譴責佢嘅結論。陳光宇話：任志剛係想將問題歸咎於金融風暴，不滿佢被小組譴責，仍然振振有詞。而曾經任職證監會高級經理嘅高炳忠就話：調查小組並冇邀請過熟悉金融運作嘅專家協助議員分析同埋理解事件。佢亦都建議政府仿效英國設立獨立嘅金融申訴專員，處理申訴以及作出仲裁。大聯盟暫時未決定下一步行動，稍後會進一步研究報告內容，視乎係咪可以透過法律途徑協助有需要嘅苦主。